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这一章啊，可能我们大家一看就明白了。这个是师父本人呐，经常在佛事超度的时候，给亡灵呢讲的内容，我一再的强调提醒大家，我们在世的时候啊，应该要了解世间的真相，是非恩怨呐，成败毁战呐，成功失败，人家给你诽谤你了，或者赞叹你了，各位都是刹那之间，如梦幻泡影，像一个水泡一样。像一个影子嘛，像一个闪电，唰一下子就不见了。所以这些东西啊，都是没有办法真实永久的存在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生死由来于梦中啦。出生一直到死，本来嘛就好像做梦一场一样。你看每一个一幕一幕这样一直过去。如果你太在意、太执着它，各位，你的心就摆在这外面。那你要走的时候，有一天你要死，这个灵魂要离开，你走不动，你牵肠挂肚啊，永远都在那边牵扯不清。所以各位一定要知道，我们本来从生一直到死，本来就是做梦一场，这都是假象，何必争取富贵翁呢？你为什么一定要拼命的要去争啊，要抢啊，要去霸占啊？我想要大富大贵，各位一定要为这些东西吗？这些东西对你生死有帮助吗？到时候不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吗？你都不知道吗？为什么？你看到下面这句话，来时空也去也空，你来的时候是双手空空的嘛，那你现在要走也是空空，没办法带走任何东西啊，这个很清楚的啊。我们从自己的亲人长辈离开你们的时候，我们都亲眼看到他手上空空的嘛。我们的亲朋好友，甚至于离得最好的老师也好，同学也好，有时候往往先走了。当时我们去送行呢，一看到什么也没带走，所以你看，我们来的时候是空的，去也是空的，双手都空空。死后何曾在手中？你的手中，你曾经抓过什么东西吗？你就算你拼命去抓，你也没用啊，也没用，丝毫没有产生作用，没有帮助，而且只有加深你的伤害。只有伤害。你要抓什么呢？所以说我们人一定要懂，看到，要明白前人的镜子是给我们学习的一个好的典范呐。人家都过来了，看原来是这样，所以我们马上要反省自己，检讨自己世间的这个里头的真正的那个内幕，它的实相就告诉你。我们来是空的，去的也是空空，所以我们不要去计较，不要去冲突，不要去找人麻烦，心里面不要太在意这些是非恩怨、好坏得失，不要去争抢这个东西。主要是要净化我们的心灵，我们的灵魂，我们要干干净净的。这个是我来世间的真正意义跟目的，所以各位这一点希望大家都明白。我经常超度的时候，一个大型的佛事举办了，师父都告诉亡灵呐，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呐，现在心中要放下呀，要看开呀。讲他没有挂碍，他的灵魂就走动的非常的干脆利落。以后绝对到好地方。这师父再一次利用这一章提醒大家，我们互相彼此督促、鼓励。南无阿弥陀佛。